你下会能先来熟悉一下，等一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睇出家爱记得听听音么？汇款，汇款，汇款，会费，会费，会费，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，电话号码，家里的，木卡街，木卡街，手机，手机，手机。按照今晡日我盼乜嘅喏？該愛匯款，杜金鋪同社會單還有匯費，做搞本。呢錢我匯本咩人嘅喏？哦，原來咦，冇寫到電話號碼，我補一下。我寫屋卡嘅電話，也係手機嘅號碼。都是的，尋得到唔該是好。好，盼好咧，還愛盼其他嘅冇？冇咧，按落啦，將來啲啊。